国内疫苗厂商高端宣布讲，应该新冠疫苗的技术授权予世界卫生组织甲联合国相关的单位，这是全球疫苗的头一例哦。但是未来会当技术佮授权予第三方，高端会当收到授权金咯。今仔早起哦，高端疫苗的股票一开盘就大起。 Today,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will be out-licensing our COVID-19 vaccine technology through the COVID-19 Technology Access Pool,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TAP.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专利联盟和 COVID-19 技术为此第29宣布讲，摕到台湾疫苗厂商高端研发的新冠疫苗基转许可协议，创全球疫苗的第一例。 谭德赛博士在2022年的5月，他表达说 ，WHO 对现在还没有私人企业的疫苗愿意加入 CTAP 这个平台。那我们有听到他声音，我们当然也进一步来跟他接洽说，那我们有这个意愿，那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谈这种蛋白质次单位蛋白的 COVID-19 的技术平台，它非常适用在所谓的新兴市场，只要保存在2到8度 C。 它是一个好用又好运输的一种疫苗。高端表示讲，经过技术专家评估，红选作是全球第一间参加 WHO CTAP 和联合国 MPP 计划的疫苗制造商，希望会当和国际组织做伙合作推动全球新冠疫苗的扩大使用。未来若个授权予第三方，会收合理而且会当负担的授权金，来促进疫苗制造技术全球广泛的应用。这是高端迄当中疫苗的设计。 是对应武汉肺炎的原始病毒株，对新型的变异株的有效性，同款是引起关注。其实高端疫苗陆陆续续也有做一些实验室的一些分析方法，看看对于这个所谓的新的变异株有哪些的反应。未来如果有进一步的进展，会再跟大家报告。高端强调讲，这项合作有可能会当互各国用较低成本伫当地来生产疫苗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，得到2倍质疫苗制造的技术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为未来面对更较严重的大流行来做好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